那讲到这公共便所，真侪人都会想到讲真臭、真垃圾。为了要改善这公共便所的品质，环境部举办公共便所比赛活动，民众会当伫咧49个参加比赛公共便所内面选28个上佳意的出来。环境部是希望透过民众的意见，做伙来改善公共便所的环境。西门町的捷运站，满满的外国游客伫咧坐捷运进前，拢会先使用捷运的便所。真侪外国游客对台北捷运站的便所拢真懊恼，感觉台北捷运的便所真清气嘛，真利便。一般还好，是没有到很差的情况。对，因为香港的有一些比较更糟一点。不过，那个公共的便所，就民众感觉真垃圾，嘛有歹味。觉得捷运的那一种就是算非常干净的，可是我讲的是那种可能是比较户外式的那种公厕、爬山类型的，或者是公园类型的那一种，就是很脏。为了要改善台湾公共便所的品质，环境部举办优顶公共便所比赛。这届总共有49个公共便所参加比赛，包括民间企业、公共运输、观光地区、甲地方政府。环境部鼓励民众伫8月19到9月19去网络顶面投票，选出民众心目中上舒适的公共便所。企业、交通场站及油气观光。还有这一个地方政府推荐等4大类里面，来选出这个28家最好的公厕。为了要尊重多元的性别族群，嘛看到清洁人员的辛苦，环境部今年增加2个奖项，分别是优顶性别友善便所甲优顶清洁单位。环境部嘛鼓励政府机关、民间企业会当设立性别多元便所，创立友善的便所环境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